这个南部三大灯会之一的高雄佛光山的平安灯会，今年为正月初一，也就是新历的2月初5到3月初6，为期1个月，有放烟火，阁有光雕的表演。同时咧结合着科技，会当对着小山美的扩增实景的导览，去摄每一个景点。 这拢是高雄知名地标，用观光宣传的概念，甲高雄佛光山平安灯会精彩光雕甲烟火抢先献光。今年佛光山平安灯会对2月初5、正月初登场，伫现场当看到古锥猪仔甲《西游记》花灯。 上特别的是头一次结合科技，互古锥小伙想化身做导览员，用 AR 虚幻的实景，带你摄佛光山。12生肖的猪年的这个猪，那么星云大师有特别做了一个解释，它是一个循环的圆满以及开始。今年我们对高雄比较近的南方，中国大陆南方的城市，深圳、广州、珠海、福州、杭州，还有厦门这几个重点城市，我们都会做非常大的宣传。连传统的灯会嘛努力拼观光，把日调带入南台湾，一个月好亲像已经正做高雄人的口头话。高雄发大财。